Hello，大家好，又係我華啲啊！今日咧同大家喺度錄條視頻咧，係分享一下嚇，或者講探討一個話題嘅。咁唔知大家最近有冇發覺咧，惠陽大亞灣呢一邊咧有好多樓盤都取消咗針對香港人可以做到嘅呢個低首期啦，或者講零首期嘅一個政策嘅喎。現時咧好多樓盤只剩下大陸客戶先可以做到呢個低首期嘅，咁到底係乜嘢原因造成咁樣嘅一個局面呢？咁今期節目咧就同大家一條視頻講清楚佢嘅嚇。咁主要嘅原因咧，其實就係依家最近多咗好多嘅一啲香港客戶咧喺惠陽大亞灣呢邊買樓然後咧出現咗呢個斷供嘅一種情況嘅，無論係主動啦定係被動啦。咁呢一種客戶咧買咗之後斷咗供，就成為咗我哋經常講到嘅呢個飛機客呢一個問題啦。咁飛機客多咗之後咧，咁呢一邊惠陽大亞灣呢邊嘅我哋嗰啲銀行咧，就對呢啲香港客戶產生咗一個懷疑同埋信任危機啦。就唔願意輕易咁樣批呢一個低首期貸款去俾到我哋香港客戶啦。咁其實造就咗一個問題咧，就係令到我哋真正好多有需要喺惠陽大亞灣呢邊買樓做低首期嘅真正嘅意向客戶咧，就冇辦法做到呢個低首期，被逼變成咗被逼要拎多嚿錢出嚟去做一個正常首期啦。所以咧，咁其實我哋最近收到好多客戶，其實都係有呢個需求要做低首期，但係咧咁聽到呢一個消息話只能夠做呢個正常首期，其實都令到佢哋覺得好無奈嘅。咁但係冇辦法嚇，因為呢一個情況咧，確實係由於我哋好多香港客戶出現咗呢個飛機客嘅呢種狀況咧，先至導致我哋銀行咧係收緊咗呢一個首期政策嘅，係單單針對香港客戶做咗呢個收緊嘅呢個政策嘅。咁出現呢一種飛機客咧，亦都分為咗兩種情況，一種係被動呢個被動斷供。咁所謂嘅被動斷供咧，係因為真係自己即係做下呢個供款，可能前期冇做好我哋嘅呢一個還款嘅呢個計劃啦。咁前期選咗低首期上會，導致後邊可能嘅還款壓力太大啊，或者可能買樓嗰時候冇考慮清楚啦，導致後邊覺得咧就要去斷供，還唔起或者唔想再供啦，就出現斷供呢種情況。咁其實主要係同佢前期買樓嗰時候咧冇做好規劃導致咧自己後期會出現一個被逼斷供，可能供唔上嘅情況咁樣嘅一個情況。仲有第二種咧就係主動斷供、主動做飛機客嘅呢種又分為兩種情況，就係一種係我啱先講到嘅佢自己冇做好計劃，咁但係咧佢選擇唔係因為自己供唔起啦，導致被逼斷供。有啲人可能係自己供下覺得好似唔係咁想供啦喎，可能後悔買咗啦，或者確實因為供唔起啦，然後佢又覺得我哋因為依家香港嘅徵信同大陸徵信係唔互通嘅，所以佢直接自己主動選擇斷供直接選擇咧斷供，然後咧成為呢個飛機客呢一種情況。咁銀行嗰邊咧就冇辦法啦，對呢種情況確實信息唔互兩邊呢個徵信唔互通，又冇辦法攞佢係即係話要強行點樣去執行呢啲徵信嘅一個制度嘅，所以嘅話就變成咗影響到我哋呢一個香港客戶喺呢邊做低首期嘅一個情況。咁仲有一種咧就係另外嘅主動嘅一個做飛機客咧，就係最近出現咗呢種騙態嘅一個情況啦，就會有部分樓盤同埋部分平台公司會揾到咁樣嘅一個香港客戶，同你承諾話，你喺呢邊買層樓唔使你出錢，我仲要到賺俾你賺翻幾萬蚊，多嘅可能甚至有10萬8萬俾你賺翻去嘅。咁你咧只需要配合我做呢一個買樓嘅手續，做按揭嘅手續，咁幫發展商將呢層樓賣咗出去，咁幫將呢一個銀行嘅貸款騙到放款落嚟之後咧，你就正常斷供就 OK 啦。你供好可能半年1年咁樣，呢個月供咧仲係發展商幫你俾嘅。咁然後咧到咗1年之後啦，咁然後就斷供，咁就成為咗銀行嗰邊嗰一筆爛帳。咁客戶咧呢個飛機客咧就即係叫做斷供嘅客戶咧就成咗飛機客啦。咁呢一種咧就係屬於主動嘅，本身係知情嘅情況下去做咗飛機客嘅呢一種情況嘅。咁無論係知情定係被動無論係主動定被動咧，其實做呢種飛機客嘅一個情況咧，我都係唔建議大家咁樣去做嘅，因為你依家雖然係香港同埋呢個大陸呢邊徵信係唔互通，但係隨住大灣區同我哋
即係話國內同埋我哋嘅呢個香港嘅兩地聯繫越嚟越密切啦。其實邊個都話唔埋阿爺嘅政策會有一日出現變化，令到兩地嘅系統係互聯互通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無論你係真正知情做咗飛機客嘅主動做飛機客騙貸嘅呢種情況又好，定係話你買咗樓實在供唔起啦，被動要斷供嘅呢種情況咧，咁實際上如果真係斷供之後，萬一阿爺邊日秋後算賬揾到你去晦氣，揾到你去追究你嘅一個責任等等嘅問題咧，咁其實呢一種情況都唔係唔可能嘅。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即係話喺呢邊買樓咧，一定諗清諗楚自己。如果係有呢個實力嘅情況下，有呢一個條件嘅情況下咧，盡量可以選擇一個正常首期去買。咁你後期嘅話就唔需要會因為呢個供款壓力太高，因為做低首期嘅話，其實你後邊嘅供款壓力就會比較高嘅。咁你可能會有出現你供款嗰時候咧導致斷供嘅問題啦，或者講你做低首期嘅情況下，你都要考慮翻後期自己供得到嘅呢個情況下先至去買。第二個咧就係真係千祈唔好為咗貪嗰幾萬蚊嘅一個收益啦，去做幫樓盤去配合樓盤做呢個飛機客騙貸嘅呢種情況真係唔值得嘅。呢幾萬蚊出賣自己嘅一個徵信記錄，出賣自己嘅一個人品，自己嘅一個信用咧，係好唔值得嘅一件事情嚟嘅因為呢個會喺你人生當中留下一個污點嘅。OK， 所以咧個人覺得真係你話有需求喺呢邊買咧，咁就自己能力範圍之內衡量好，可以去做低首期又好，正常首期又好都可以買。但係如果真係掹緊嘅情況下，或者講喺短期內係會有一定嘅資金壓力情況下咧，建議你可以暫時放緩，遲少少再嚟考慮呢件事都冇問題嘅。OK， 咁嗱呢一個咧分享就係純屬同大家分享翻啦。咁最近惠陽大亞灣出現呢一種情況咁佢點解會出現呢種情況呢個原因啦，以及咧對大家去講翻咁樣嘅一件事情對大家可能會造成嘅一個影響希望大家咧係有一個前車之鑑，千祈唔好話出現後邊再出現呢種情況啦。因為真係如果出現做咗飛機客呢種情況，後期真係阿爺嘅系統同香港連通咗，咁咧其實係得不償失對大家造成嘅呢個影響係嘛？好啦，咁今期呢個分享咧就差唔多先到呢一度啦。咁之後咧，我哋呢個頻道都會同大家分享翻好多喺惠陽大亞灣呢邊買樓，喺惠州呢邊買樓，甚至大灣區呢邊買樓嘅一啲有用嘅資訊，去幫助翻大家嘅。第一個係希望大家可以買樓買得順利，開心心唔好中坑踩伏。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喺呢一邊有啲乜嘢可以對大家買樓之後喺度生活有幫助嘅一啲資訊咧，我哋都會定期或不定期更新翻俾大家，幫助大家喺呢一邊咧置業輕鬆嘅。咁記住啦，喺灣區喺惠州買樓咧亦都可以揾翻到我哋港灣家幫手嘅，咁可以幫你做到呢個無憂置業好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